我们真的能做到吗？过了60岁，不用任何昂贵的乳霜，就能保持容光焕发、紧致光滑的肌肤，这一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我想告诉你，这完全是可能的。今天我不是来推销什么神奇的产品，我是来分享一个被科学证实，并且被许多韩国长者实行多年的简单养肤秘密。我是张医师，一个行医多年的皮肤科医生，在我职业生涯中看过太多人花大钱在瓶瓶罐罐上，却忽略了皮肤真正的需求。你可能会问，如果不用乳霜，那我要怎么保湿，怎么抗皱？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都习惯了从外部解决问题，但真正的抗老必须由内而外。让我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李女士，一位住在釜山的74岁阿嬷。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惊讶于她脸上那肿发光的几乎没有细纹的肌肤。我以为她一定用了什么顶级护肤品，结果她只是笑着说：“张医师，我从年轻开始就是用我奶奶教的那个简单方法。她说的那个方法，就是今天我们影片的核心，一套简单的冷热交替肌肤调理法。这个方法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医学技术，它利用了我们身体最基本的生理反应血液循环。我们的皮肤就像一座城市的交通网络，血管就是道路，血液就是运送营养的车辆。当交通顺畅，皮肤自然就能得到足够的养分，细胞充满活力。但如果道路堵塞，就算你给了再多的高级保养品，那些车辆也无法将营养送达目的地。我们今天的旅程就是要揭开这个简单却强效的冷热交替法。它不仅能刺激胶原蛋白的生产，更能大幅改善你的血液循环，让你的肌肤从底层散发光芒。这一切都与化学药剂无关，只关乎科学与身体的自然运作。所以别急着关掉影片，也别急着去买那罐新上市的抗皱精华液。如果你已经验倦了那些无效的抗老承诺，如果你想找到一个真正简单、经济又有效的逆龄方法，请务必继续看下去。我会用最简单的医学语言，把这个方法拆解成几个步骤，让你今天就能开始实行。我的承诺是，这个方法能让你开始从内部滋养你的肌肤。请跟着我一起探索这个从韩国传来，让无数人保持青春的逆龄秘密。让我们一起抛开对乳霜的依赖，拥抱科学与自然的力量。请继续关注，我们即将深入探讨肌肤老化的科学原理，以及如何用这个方法来逆转它。我们必须先了解肌肤老化的真正敌人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许多人认为老化就是骗老，这是对的，但不够精确。从医学角度来看，皮肤老化主要涉及3个关键的相互关联的机制。第一个是胶原蛋白的衰减。想象一下，胶原蛋白是我们皮肤底下的一张蛋黄床垫。年轻时，这张床垫厚实又紧绷，所以皮肤看起来饱满有弹性。过了25岁，我们每年会损失大约1%的胶原蛋白。随着时间，这张床垫开始片薄塌陷，于是细纹和皱纹就出现了。而且不仅是数量减少，胶原蛋白的品质也会变差，变得脆弱且无序。第二个机制是血液循环的效率下降，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交通网络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微血管会变得狭窄，弹性降低。这就像城市里修路，导致交通大打结，血液无法有效地将氧气和必需的营养素运送到皮肤表层，同时它也无法有效地带走代谢废物。当皮肤细胞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和废物堆积的状态，它们自然就无法修复和再生。
皮肤看起来就会暗沉，失去光泽。第三个也是常被忽略的元凶，压力荷尔蒙的影响，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导致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皮质醇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它是一种强大的促炎物质。它不仅会直接分解胶原蛋白，还会阻碍皮肤细胞的修复过程。当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时，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像是踩了油门一样加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高压下的人，即使年纪不大，看起来也会比同龄人老很多。让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来理解胶原蛋白的流失。想象你有一颗葡萄，葡萄皮饱满紧致，因为它内含足够的水分和结构。但当你把葡萄晒前，它就变成了一颗皱巴巴的葡萄钱。皮肤也是一样的，当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这个结构支架开始松散，皮肤就会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失去支撑力。所以你看，皱纹不只是老的证明，更是身体内部失衡的信号。这包括营养素的运输不顺畅、细胞修复被发炎因子阻碍，以及结构性蛋白质的流失。如果我们只是在外表涂抹保湿霜，就像是试图用一层油漆去修复一栋地基快塌陷的房子，这是治标不治本。这也引导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改善血液循环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果你还没意识到血液循环不良是导致细纹和肤色不均的首要原因之一，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会揭示如何运用一个简单的物理方法，也就是韩国的冷热交替法，来重新启动你皮肤的交通系统，让营养顺利到达，让废物有效清除。请别错过这个至关重要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要揭开这个被许多韩国长者视为珍宝的冷热交替养肤秘密。这不是什么需要特定仪器的复杂疗程，它利用的是人体最自然、最基本的血管反应，来达成体内健身的效果。这个方法的核心概念非常直观，利用温度让皮肤下的血管进行一次伸展运动。我们将这个过程分为温热舒张和冰冷收缩两个阶段。首先是温热舒张阶段，当皮肤接触到温暖的温度时，皮肤下的微血管会立刻扩张。想象一下，这就像是城市的交通管制员在早上打开了所有的高速公路入口。血管扩张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血液涌入该区域，以帮助散热。当富含氧气和营养素的血液大量涌入时，它能有效地清洗细胞，送去新的能量，并且带走堆积在皮肤组织中的乳酸和二氧化碳等代谢废物。温热还能让毛孔轻微打开，有助于更深层的清洁和后续保养品的吸收。接着是冰冷收缩阶段，一旦转换到冰冷的温度，血管会迅速收缩，这就像是交通管制员在短时间内关闭了部分道路。这个瞬间的收缩带来了两种巨大的益处。第一，收缩动作本身就像是在对血管进行按摩和训练，长期下来可以增强血管壁的弹性，使其更加健康。第二，当血管从收缩状态回到正常状态时，它会产生一个强力的泵浦效应，像活塞一样再次将血液推送到组织中。这种快速的开关循环极大地提升了血液循环的效率和流速。更深入一点，从科学证据来看，这种冷热交替对皮肤细胞的影响是双重的。第一，它能刺激热休克蛋白的生成。热休克蛋白是一种天然的细胞保护机制，它能帮助细胞对抗压力，修复受损的蛋白质结构，甚至有研究指出它与细胞的长寿有关。温热阶段是启动这个机制的关键。第二，冰冷阶段带来的收缩被证实可以增强皮肤的屏障功能。
当皮肤受到轻微的冷刺激时，它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帮助细胞间的脂质结构更加紧密，减少水分流失，从而增强肌肤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让皮肤更耐打，减少前燥和敏感。简单来说，这个方法不是在给予皮肤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在训练皮肤本身的功能。这就像是运动员进行重量训练一样，让皮肤的交通系统和细胞工厂变得更有效率。它让你的身体自己成为最好的保养品制造商，你正在用最原始、最无害的方式激活你体内自带的胶原蛋白生产和细胞修复机制。如果你想在不花大钱的情况下，让你的肌肤在几分钟内看起来更紧实、更有活力，这个冷热交替的方法就是答案。它简单、快速，而且不需要任何特殊产品。请准备好，在接下来的10座步骤中，你将学会如何在自己的家中轻松地开始这项强效的逆龄训练。当然，光有训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给予细胞充足的建材，抗老护肤的另一块基石就是营养补充。这不是要你吃昂贵的补品，而是要你关注一些关键的营养素，它们直接参与了胶原蛋白的生产和维护。第一个最重要的建材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因子。如果你想盖一栋房子，维生素 C 就是那个将所有钢筋水泥结合起来的接着剂。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C， 你的身体无法有效地制造出结构稳固的胶原蛋白。因此，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柑橘类、水果、草莓、奇异果和红甜椒，是保持肌肤年轻的基础。然而，今天我们要特别聚焦在另一个强大的皮肤守护者——烟碱酰胺，也就是维生素 B3 的一种形式。为什么烟碱酰胺如此重要？尤其对于熟龄肌肤，烟碱酰胺是辅酶 NAD+ 和 NADP+ 的前体。这两种辅酶在细胞代谢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简单来说，它们就像是细胞里的燃料。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NAD+ 的水平会显著下降，导致细胞能量不足。而烟碱酰胺能有效地提升这些燃料的水平。它对肌肤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能显著增强皮肤的屏障功能，它帮助皮肤细胞生成更多的脂质，减少水分流失，让你的肌肤保持水润和柔软。这对于预防细纹和前燥尤为重要。其次，它是一种强效的抗炎剂，它可以镇定红肿，减少痘痘，并缓解因发炎引起的胶原蛋白分解。最关键的是，烟碱酰胺有助于改善肤色不均和淡化斑点，它能够干扰黑色素从黑色素细胞转移到皮肤表层细胞的过程，有效地减少色素沉淀。这意味着它不仅能维持肌肤的弹性，还能让肤色看起来更加均匀透亮。所以，无论是外用含有烟碱酰胺的精华液，还是内服维生素 B3 补充剂，它都是你对抗肌肤老化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请务必将烟碱酰胺纳入你的日常保养和饮食计划中，它是维持肌肤弹性和整体健康的重要关键。请记得这个名字，烟碱酰胺。现在我们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这个韩国冷热交替的肌肤训练法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家中的洗手槽或淋浴间轻松完成。请记住，关键在于一致性和正确的温度转换。步骤1：温热预备约1到2分。准备工作：首先，用你平时习惯的温和洗面乳清洁脸部，热水浸润。准备一条干净柔软的毛巾，用温热的水约$40，负45 circ。Text C： 感觉舒适但不烫，
浸湿，稍微凝浅。敷脸舒张，将温热的毛巾轻轻敷在脸上，完全覆盖额头、双颊和下巴，让温热的蒸汽持续约30到60秒。这个步骤是为了让血管舒张，打开交通网路。你可以重复这个步骤2到3次。你会感到脸部微微发热，这是血液循环正在加速的迹象。步骤2，冰冷收缩，约30到60秒。准备工作，准备好冰水。最简单的方法是事先在脸盆里放好冰块和水，或者直接使用自来水最冷的温度。冷水泼溅，将温热的毛巾拿开，用你的手舀起冰水，快速且连续地泼溅在你的脸上，持续约30到60秒。请注意，不是将脸浸入水中，而是用泼溅的方式让皮肤瞬间接触冷水。收缩反应，你会感觉到皮肤立刻收紧，这是微血管在短时间内强力收缩，启动泵浦效应的信号。这种突然的收缩能有效地训练血管弹性，并锁住水分。步骤3，温和保湿浴，按摩约1到2分钟，轻拍前澡，用一块干净柔软的毛巾轻轻拍前脸上的水珠，而不是摩擦。应用保养品，如果你有使用精华液或保湿霜的习惯，现在就是涂抹的最佳时机。因为温热已经让毛孔和皮肤准备好吸收养分。如果你决定只用简单的油或乳液，请轻柔的以向上画圈的方式按摩，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重要的实施建议：频率每天进行1次，最好是在早上，能让肌肤带着活力开始一整天。温度安全，绝不能使用烫水，温度过高会破坏皮肤屏障。温热的感觉应该是舒服的，冰水也不必是极端的冰点，只要是明显的冷即可。敏感肌，如果你的皮肤非常敏感，请缩短温热和冰冷的时间，并确保水温变化不要过于剧烈。亲爱的朋友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方法利用了你身体的自然机制，不需要任何昂贵的仪器或化学品。请从今天开始尝试这个冷热交替法，并观察你的肌肤变化。你将会发现，青春的秘密往往就在最简单的生活习惯之中。